因为主耶和华，你是我所仰望的。对我少年的时，你是我所倚靠的。我对胎里，互你扶持，互我出老母的腹肚的是你。我要常常学努你。咱来吟圣诗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也做将来仰望，互阮闪避大涌风台，永踮安稳所在。请咱起立来吟。请咱议员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父，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咱来启应文第62篇。也是腓立比书第2章。既然恁甲基督连结，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就有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蔼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
伊反转摒空家己娶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就为敬重耶稣的名，一切的喙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父上帝。请咱即时额头同心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倒一位君王亲像你，你的信实伫你的四围，看见你的见效无比，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敬畏你的欢喜敬拜，全地拢着对你出欢喜的声。我若要唱歌学录你的名，用学录的话来显明你的荣光，你互阮的性命活地，也无互阮的骹摇颤。你的作为到遐尼大，愿你怜悯阮、赐福阮，愿你的光照阮，互阮知你的道路，万国知你的救恩。地的四角头拢要敬拜你。伫阮每一日的生活中，求你赦免阮得罪你的所在，求你用牛七草来洗阮的罪，到白那洗。因为阮知你是圣洁的，你爱阮过圣洁的生活。当阮行偏离你的道，也求你圣神的声来提醒阮，来引带阮，互阮会当活转往你。阮也要为着愈来愈极端的气候来祈祷。阮即马当伫咧经历温度愈来愈悬的天气，对天气所发出的警告，亲像欧洲夏季出现极端烧热甲大暑，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等欧洲的国家，因大暑的危机，一寡国家因会降落雨的水量嘛是破纪录的少。面对世界的暖化、农作物的欠收、用水的安全，甲疫情传染病的问题，愿要恳求你的怜悯，求你赏赐智慧，予逐个的政府，予因会当彼此帮赞支援，来减轻百姓的忧虑较惊吓，也予阮会当倚靠你，得当得到平安安稳伫遮徛起。阮也要为着台湾甲中国两边的关系来祈祷，因为美国、日本的拜访，牵连着国际关系的紧张。伫即个紧张的时刻，阮教会兄弟，阮有搁较济的责任，也有搁较济的祈祷，因为阮知祈祷哪济，力量就哪济。阮要为着海峡两岸和平关系来继续守望的祈祷，求你掌权。因为这是你的土地，这是你创造的世界。阮也要为着台湾11月26选举会当和平、民主的来进行，求你将你的权柄赏赐予真正疼台湾、愿意为即块土地来做代志的人。阮也要为着教会福音中心的事工来祈求，求你予阮有搁较清楚的意向，无论是伫咧软体，也是伫咧硬体的顶面。阮要为着你的福音的缘故，愿阮所求的会当合伫你的心意。阮也要伫咧11月份的事工研讨会来讨论，也求你将你的智慧赏赐予阮中职同工。10月份，阮阁要去到伫桃园三民教会的雅华礼拜，也阁有12月份圣诞节的庆祝的活动，阮拢摆列交托伫你的面前。阮也要为着袂当来到阮中间，相甲来敬拜你的兄弟来祈祷，无论是出外的、工作的，也是互代志谈判的，也求你甲因支持。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求你的怜悯，求你的医治，互因伫咧即软弱的时阵，也会当来轻调伫你。
即是阮若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享受上帝的话，咱乌鲁要请圣歌队今日要献的诗歌是《教我》。咱来看今日的圣经，记载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所以，若伫基督有啥物劝勉，
也是甚物仁爱的安慰，也是有圣神的甚物交通，也是有甚物慈悲怜悯。恁着互我的欢喜充满，就是当心志、当仁爱、心心和合、心志专一。凡事无伫为着结党，也是为着空空的阳光来做。独独逐个用谦逊的心，看别人较赢伫本身。恁逐人无伫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别人的事。恁着为基督耶稣的心做心，伊本有上帝的形状，无掠甲上帝的平等，做所着接受的。反转定空家己，取落魄的形状，诚做人的样相。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就屈家己，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所以上帝高升伊极悬，享受伊迄个名并搬过伫万名的顶面的，互见若伫天、伫地、甲伫地下的，伫耶稣的名，无一个骹头夫毋跪拜，无一个喙毋称呼耶稣基督做主，来荣光俾上帝。咱今日正道请过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建造信仰第8讲，为着群体付出大祷。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主日的早起，同心来到伫伊的面前，咱来起坐敬拜。特别伫这个所在，要感谢过去伫我服侍教会、高山教会的姊妹玉英，伊今日要伫礼拜中间来做伊的见证分享。通过这个分享，检测互咱会通看见伊的性命，确实是有上帝特别的稳定甲带领所以伫今日礼拜中间，愿咱拢会通对上帝话来得到领受。当然，这是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圣神，阮恳求你，这时阵临到伫阮大会中，求你的神带领阮，互阮会通知影你的心意。对你的话语，阮得到养赐甲帮助，会通知影你爱阮去行的路。祈祷奉靠最后所祈祷的圣名，阿免。你兄弟，咱捌有过为着某一个人，也是讲某一项事来做自我牺牲的经验无？是。检测关系即个自我牺牲，互咱拢比较会将父母全心全意对囡仔奉献，奉献一切所有的来想来连结做伙啦因为父母用心来养饲囡仔，所以因拢是全心全意来自我牺牲。当然，嘛有一寡人会认为讲，一寡伫迄个恋爱中间的男女伫恋爱中间的男女，嘛有可能会为着爱情来去牺牲家己，伊的亲人也是讲伊的时间、伊的金钱等等，甚至有人会自我牺牲伊的自尊等人来拢敢若啥物拢无所以连自尊嘛无去有一出电影叫做《驱魔神探康斯坦丁》检测咱中间有人看过这出电影这是足早以前的电影这个男主角伊是一个真自私的人，伊咧做任何代志进前，拢毋捌去想过别人的感受所以伊的人缘真歹后来伊熟识女主角，并且也真积极真积极来
帮伊去清楚知影讲伊的即个小妹是安怎过身，是安怎死亡的原因。所以伊就开始甲即个魔鬼有一个真激烈伫遐斗争啊总是伊怎样也想袂到即个天使即个大天使加百列既然甲即个魔鬼的后生就是咱讲迄个马门马门伊就是即个魔鬼的后生，即电影内底安尼演啦伊伫遐有一个交结强魔想要通过即个女主角的身体来做一个媒介因为即个女主角伊有迄个通灵即款的能力所以通过即个女主角通灵即个马门就是魔鬼的后生，甲即个大天使即个天使长加百列就是要互搁较侪的魔鬼会通进入到伫即个世界的中间互即个魔鬼来统治即个世界。最后男主角伊是用即款自我牺牲的方式来阻止即场悲剧来发生，但是男主角因为即款的自我牺牲，伊互伊的灵魂得到上帝的接纳所以将伊要接去到伫天堂的所在。因为上帝的怜悯，互伊会通脱离迄个死亡，去到伫地狱即款的代志原本即个男主角是应该去到地狱啦，因为伊少年的时阵捌自杀过所以就天主教来讲，自杀的人伊即个灵魂都爱去到伫地狱的所在这是因的即个教义天主教的教义但是因为男主角伊的自我牺牲，伊煞互上帝接去到伫天堂这样代志，互即个撒旦感觉真生气啊！伊讲哪会使安尼明明即个男主角的灵魂是我的我要带去到伫地狱的所在哪有上帝接去到伫天堂？所以即个撒旦就挑故意将男主角搁继续留咧即个世间将伊身体迄个病痛拢刷除所以继续留即个世间，因为即个撒旦伊相信即个男主角将来有一天佫会做毋着代志，那呢伊就会通过来取伊的灵魂去这是撒旦伊的计谋有影咱看对一般的人来讲，要为着一个人来牺牲，也是讲为着一个生分的人来牺牲伊的性命，真本就是真困难的代志有啥物人愿意无小代价来做牺牲？除非这个人真正是认为迄是一项值得咱去做的代志。亲像中国古早的一个文人叫做民主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生是我所期待的，公义嘛是我所期待的，但是两项拢无法度会通做伙去得到若是论到性命甲公义的代志，伊甘愿讲牺牲家己的性命，互迄个公义会通显明这是即中国的古早的文人名著所讲的一句话。就基督教来讲，耶稣基督伊伫十字架顶的自我牺牲今日经文中间伊是讲摒空家己通讲是咱信仰中心的价值，因为耶稣的死永远斩断了自古以来人类互撒旦的关系来捆绑互即款的枷锁，因为耶稣的死恢复了人类甲上帝的关系。若是耶稣袂捌为着世间人的罪来流血牺牲，现此时咱犹原无法度脱离性命，最后就要承受死亡即款的悲剧。就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伊讲因为罪的代价是死，毋过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白白赐咱互咱的恩典，是永远的活命。总是检查有人想要问讲，为什么主耶稣
伊一定爱为着世间人的罪来死。敢讲伊无为着这项事，上帝提出疑问，也是讲上帝发出埋怨嘛？我是用人的角度啦，去思考耶稣是毋是会安那去想。我相信真少人会愿意无小代价替别人代替应该承担的责任，甚至因为其他人的过失来受到处罚。咱袂无代无志去担这个罪，别人的过失，咱搁爱去替伊切尻川啊！咱无需要替别人切尻川。检采有做过兵的人，大概会通去体验过，什么是叫做替别人切尻川？即款连坐处罚啦，什么叫做连坐处罚？就是讲一个人犯错，所有的人拢爱受到处罚。做兵的人，检采拢有即款的经验。会记我拄落部队的时阵，拄去碰到迄个连续的假期。伊早无做休2日啊。但是你若是迄个假日伫拜5的时阵，拜6就是弹性放假所以我拄落部队的时阵是碰到这个连续假日，所以拜5、拜6礼拜拄放假。阮就无度去受派去到伫阮的部队，阮就互人集中去到伫承德关西的一个单位，伫遐听候，听候即个假期结束阮就受派。迄天暗时，拄阮伫遐食暗顿，迄中间拄有一个真白目的兵啊伊咧食饭了无代无志摕伊的箸去剔喙齿这样代志，互伊迄个班长看到不知受气。这个新兵真正有够白目所以阮食饭食了后，这个班长就叫阮所有的兵，这新兵拢去到伫迄个餐厅外口集合，然后阮就将阮的这个所有的行李迄个行李就是黄埔大背包做兵的人拢知影。所有你的物件拢是装伫迄个黄埔大背包内底，包括迄个面桶嘛是共款阮就派迄卡黄埔大背包，班长就叫阮用迄个匍匐前进的方式，对餐厅爬到伫阮要困的所在。迄阵阮餐厅去到阮要困的所在，拄是一个上架，所以阮派迄卡黄埔大背包伫遐。一面爬一面伫遐慰问即个白目的兵无代无志用迄个箸去剔喙齿阮伫遐做伙受着处罚。所以，咱知讲伫现实生活中间，根本无有人愿意去承担别人即款犯错就爱得到的处罚甚至咱会感觉啥咯，咱就会去连坐。一个人犯错，伊家己受处罚就好啊！我何必着爱去担这个责任？对安尼，咱知影讲，主耶稣这位互上帝、互人称作是上帝的囝，伊既然甘愿看无家己，诚做人的款式来到伫咱的中间，最后阁承担咱的刑罚，这真正是互咱想无的一项代志。其实，咱有去了解希腊甲罗马的文化，咱就知影讲，因的神明，希腊甲罗马的神明，伊根本就袂去质疑人类的代志啊！互因家己伫天顶算甲足好，做甲足欢喜的，享受伫迄个情欲的中间，所以因根本袂去看讲人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搁较毋免讲，哪有可能有一个神会降低屈身来到伫即个世间，搁牺牲伊的性命？这根本是无可能发生的代志。这是为虾米保罗先生犹太人甲希腊人讲起有关有一位上帝的囝来到伫即个世界，并且为着众人的罪来牺牲家己的性命。互人定死伫十字架顶，
这项事真正是天大的笑话。总是对遐愿意谦卑接受主耶稣救恩，佮知影其中道理的人，主耶稣伊的降价，伊受刑罚、受苦、牺牲，就是要互所有信靠伊的人，会通得到一个顶头生的活命。拄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十字架的信息对遐个灭亡得行的人是愚妄，不过对咱这会得救得行的人是上帝的大能力。由于安尼，主耶稣伊望每一个基督徒，毋单单是享受顶头生以后所带来迄款喜乐的生命，更较要紧着爱去学习、去效法主耶稣伊迄款自我牺牲的模样。也就是进前我捌甲咱的兄弟分享的，主耶稣为着门徒洗骹即款的功课。安尼，基督的教会才会通伫共款的念头、共款的听心、共款的想法、共款的意念中间受起造起来。这也是保罗先生伫今日经文中间所教导的。伊讲，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出世甲人共款，用人的形体出现。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因为耶稣伊的谦卑顺服，互上帝救赎的计划才会通成就。世间人也因为安尼，会通得到顶头生，真心甲上帝建立和好的关系。当然，咱拢知影讲，有人自执的所在，一定有问题。这是千古不变的一个道理。有人自执的所在，一定会出现问题。所以，基督的身躯教会嘛，无多避免有这款类似的情形发生。所以，为着要互每一个基督徒会通知影合一的教会是无应该用人的意念来去起造，就要体贴上帝的心意。所以，保罗先生特别来甲咱警告讲，伊讲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反倒着有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敖。咱若看保罗批信中间，《腓立比人书》是一本保罗先生伊用真侪喜乐伫迄中间，而且一张批啊。伊伫这4章的内容中间，拢总用13摆喜乐。伊对这个教会充满喜乐。但是拄则有讲，有人的所在一定有问题。伊搁再怎样看这间教会，感觉真喜乐，但是伊嘛是有一寡问题产生。所以保罗先生才会用这个话来做勉励，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反倒着有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敖。伫迄中间，教会才会通得到建立。美国第35任的总统约翰甘乃迪。伊伫就任的时阵，伊的演说有安尼讲，伊讲毋通问国家会通为你做啥物，就要问家己会通为着国家做啥物。检采咱会通将即句话改做是：毋通问教会会通为你做啥物，问家己会通为着教会做啥物。兄弟，请问咱为虾米要真做基督徒？咱为虾米要来教会？检采有人只是真单纯，想要对上帝还是对教会中间来得到一寡好处，亲像讲想要得到上帝的保守、上帝的眷顾、上帝的祝福。简单来讲，就是求平安啦。咱去庙里拜拜，你看，大家差不多拢是咧求平安。咱若来教会嘛是咧求平安。甲其他的宗教有啥物款无共款的所在？咱有可能嘛是期待伫教会中间会通得到教会的关怀、教会的陪伴，
教会的供应，基本来讲，伊就是一款社会救助。吼，这政府伊会通去做的代志，有人来到教会寻求即款的帮助，但是这拢是宗教上基本在追求的物件。我用讲上肤浅啦，迄是上肤浅去追求的物件。因为信仰所要追求的是更较深沉，就是迄个内在生命的提升，毋是简单在满足家己的私欲，也是利益的交换。咱无学伫发现，咱讲对价关系、对价关系，即款的代志，已经渐渐成做即个社会的现象，也是讲是一款病态啊，一款病态。也就是讲，甲我有利益的代志，我才去做；对我不利的代志，拢甲我无关系。这就是咱所讲的对价关系。举一个来讲，即马流行，现此时真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讲，开钱就是头家，花钱就是老大嘛。这款消费者，消费者至上这款的观念，所以有一个人去商店去买物件的时阵，也是讲去餐厅食饭的时阵，伊拢表现出讲我是老爷，我是贵妇，因为我出钱，所以就伫遐糟蹋这服务人员，伫遐画来画去，敢若画细汉共款。我较食力是有一个人，甚至会对伊讲出迄个真粗鲁的话，毋好听的话，甚至个人出手甲伊伤害。咱会通发现即款的现象，伫无形的中间，也在影响着教会。有人来到伫教会，也是安尼话起话落，调准伊是一个消费者，总是甲基督徒伫教会中间并毋是消费者，是咱拢是讲蒙恩的罪人啊。若毋是上帝怜悯，咱哪有资格伫即个所在来敬拜上帝？早就因为咱的罪灭亡啦。既然咱拢是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成做耶稣的肢体，咱就要互相照顾。咱就要主动去看见别人的需要，并且伸出咱的援手。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着顾别人的代志。因为一个肢体受苦，其他的肢体就做伙受苦；一个肢体得到阳光，其他的肢体就做伙欢喜。现在咱会通对《使徒行传》所记载有关初代教会伊的情景来学习，为着群体付出代价的功课。伫《使徒行传》第2章第44节到45节的中间，作者有指出，伊讲所有信徒拢做伙生活，所有的物共家用，阁未加散财物，照逐个人的需要分予大家。有一寡共产主义的即个追随者，看到这段经文以后，认为讲初代教会就是一款共产的制度。因是一个共产的团体，因为伊拢将财产变卖，然后摕来到教会大家使用。总是讲即款的人讲即款话的人，因真正毋知影初代教会真正的情形。因为伫初代教会中间，大多数的人拢是丧向的人，无好野人。咱会通看初代教会军队耶稣成做基督徒的人，其实拢是足侪丧向人。所以要怎样共产？都拢无物件，你要怎共产？所以伫教会中间有一寡有钱的人啊，因看见即个情形，因甘愿讲将因所有的摕出来分享，互大家使用。一方面是因为平拢是基督的身躯，互咱拢是肢体，
所以愿意透过家己的富有来去补足别人的不足。更较要紧的是，因知影主耶稣特别来啊！这个财富对因来讲，只是地面上短暂的享受，将来是袂当带到伫上帝国内底。所以因愿意全部变卖，奉献予教会来供给因。迄是因为因有即款的概念，知影耶稣要来啊！钱运伫地面上是短暂的，所以因袂去珍惜。所以咱就要好好用信心，互咱的文士伫信仰的群体中间献出咱的才能，是为着要互众人会通得到利益。拄拄亲像俗语所讲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上要紧的是，咱就要掠基督的心志，掠基督的心做心，为着群体来付出代价。当然，我毋是伫遮讲，咱大家都爱亲像耶稣共款，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啊！咱嘛无资格啊！咱无资格钉死伫十字架顶。咱就爱学习主耶稣迄款谦卑、摒空家己即款的态度。我的母会属灵教会有一段时间无牧师的时阵，我的爸爸拄啊是教会关怀部的长老。伫咧中间，若是兄弟姊妹有代志，干事第一通电话就是敲来阮兜，就甲阮爸讲。某咪兄弟，伊安怎请阮爸爸去甲关心一下。有一个人是因为破病，就爱带伊去病院。有一个人是过身，无牧师祈祷，所以阮爸爸就爱去迄个家庭替即个家庭祈祷。有一个是无物件通好食，阮爸爸就去买一寡物件送去迄个家庭，互迄个。兄弟姊妹食，捌有几摆有一个兄弟破病，要去病院。这个兄弟拄啊是住伫公寓的4楼，伊干那一个查某囝，行动不便。这个兄弟行动不便，伊查某囝佫无迄个气力会通将伊对4楼刷到伫1楼去看病。所以阮爸爸接到电话了。就去到伫迄个家庭，对公寓的4楼，该挨落来。迄个兄弟比阮爸爸较重，伊就对4楼安尼甲挨去到伫1楼，然后佫开车送伊去病院。其实当我知影即样代志的时阵，一方面我是为着阮爸爸所做即个代志，感觉真戆影。是虾米款的动力？互伊愿意去做这样代志，我相信，若毋是因为疼兄弟的心，伊啥事就要去做这个代志。一方面，我嘛是毋甘我老爸啦，因为迄阵阮爸爸已经超过60岁啊，伊阁甲人对4楼挨到伫1楼的所在。主耶稣伊捌甲咱勉励讲，伊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一粒麦仔若无落伫地，犹原是一粒烂钉，若死就结真侪麦仔。兄弟姊妹，咱拢是主耶稣所讲的即粒麦仔。若是即粒麦仔无都显出伊的价值甲功能，咱就失去咱的存在价值啦。若是要即粒麦仔显出伊应该有的价值甲功能，咱就要大身落伫土里死去。也就是讲，咱就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甘愿、谦卑、摒空家己即款的模范，就是取萝卜的形象，成做人的款式。信仰群体就要实践主耶稣所讲迄个大诫命，疼上帝，疼人。疼上帝其实就是咱
专心敬拜上帝，照上帝的心意来行。疼人就是咱会通照咱所领受的来服务咱的兄弟姊妹。咱愿意为着群体付出代价，毋单单是为着要满足家己的需要。检测咱会通利用一段时间，咱真心来思考，为什么咱要正做基督徒？咱为什么要来到伫教会？迄个动机是甚物？拄则头前有讲过，咱若是为着简单要伫即个中间求平安，那呢，咱的信仰，咱迄个活命要永远停留伫真浅层吼，迄个浅层的所在。主耶稣有讲，亲像我有疼恁，恁着相疼，这是我的命令。人为着朋友牺牲性命，无比这较大的疼。哎呀，这主耶稣伊甘愿拼空家己，赔伊的性命来疼咱，咱是毋是也愿意安尼来去疼伊？也疼伊的方法就是疼咱的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互咱通过今日这段经文，耶稣伊怎样拼空家己来到伫咱中间，也将迄个款式教导咱来学习。咱正做一基督徒，就要好好照耶稣的教导来行，互咱拢愿意为着群体，即个信仰群体来付出代价。互咱伫教会毋是消费者，就要记得，咱伫教会毋是消费者。请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大心感谢你，你有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到伫阮的中间，伊拼空家己，取奴仆的形象，为着正人的罪死伫十字架顶。但愿通过耶稣的救赎，真心甲上帝和好。通过安尼，阮会通顶头生。做当你也互阮这顶头生的活命，会通踮伫基督的身躯教会内面。通过阮所得到的才能恩赐，阮会通彼此服侍，互相照顾。做阮来到伫教会，阮正做基督徒，阮毋是一个消费者，是为着要来到教会中间来得到什么款的利益。反正是因为阮得到上帝你的疼，所以阮也愿意照你疼阮的模样，阮也去疼阮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做互阮拢会通看见阮身躯边的人的需要，较赢过阮个人的需要。尽阮所会通做的来付出阮的行动，因阮知影教会伫阮彼此互相照顾、互相带导、互相勉励的过程中间，才会通得到起造。有你圣神引带带领阮头前的路站，互阮会通愈来愈亲像你，互阮的性命会通荣光你、见证你的名。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吟圣诗553首，为主来做伊干净，为主来做伊干净。主是只好朋友，用主疼痛来保养，互人心无承受。为主来做伊干净，荣光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荣光救主耶稣。请咱起立来吟。主是只好朋友。
请坐。即是来应答上帝的话，奉献请世雄执事甲玉芬执事。请咱起立来念奉献的诗。请坐。咱今日真欢喜吼，对高雄高山教会高山教会歹势，黄玉莹姊妹要来为咱做见证甲分享，请。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我是玉莹。我甲郭帅已经熟识伤过久啊，我已经袂记咧偌久啊。我第一届徛伫咧台仔顶咧分享，就是伊伫阮教会咧做少年牧师的时阵，所以我拢叫伊郭帅，因为做缘投的嘛吼，做缘投的啊，佮迄阵佮做少，即摆嘛是少年啊，但是缘投。迄阵啊，你即摆逐个看我就是安尼迄落散散啊，无啥物问题，看起来安尼做活力的，啊拢。做工作狂的，啊，做爱做代志的。其实我伫10岁，我就是第一型的糖尿病，吼，第一型，咱可能在座大位拢可能有糖尿病啦，啥物高血压啦，遮个问题。啊，我是足细汉的时阵，10岁的突然间就是互医生宣布讲啊第一型。那第一型咱嘛知影，其实拢是遗传较济，吼，啊，结果阮兜5代。2边5代算起哩，拢无人有糖尿病，所以这是一个突变，就是像咧较无正常安尼。啊，阮兜是5代拢是基督徒，吼，阮阿嬷是为平遥，阿公阿嬷阿祖平遥的5代我拢基督徒，所以我其实无选择啦，我着一定爱做基督徒。伊若无互我选，我细汉着去抱去洗礼，啊了大汉了坚信礼安尼。啊，伫10岁破病了开始，我到13岁的时阵，我甲我妈妈讲，我感觉台湾的教育无够好，所以我感觉我要出国读册。啊，迄阵啊，阮规家伙啊，阮兜是足大的2个家族，拢伫教会内底拢做热心的，逐个拢足恐怖的，讲假死啊！你一个囡仔人，你要家己出国哦？啊，我着想的讲对啊，我着来出国好啊，所以我着家己一人伫外口读册。啊，了去美国了。咱大家拢知影嘛，我是阮兜唯一的查某囝，阮爸爸妈妈干那生我一个尔，所以做宝贝。啊，阮阿嬷兜佮干那我是个孙仔，啊，所以就一堆大人啊，生一个囡仔啊，足宝贝。我总共走去美国，啊，就开始读册。啊，我足爱读册，足认真的。啊，我就一直读册啊，一直做工课。啊，反正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拢无伫的嘛，所以也免去教会啊。啊，着朋友啊，伫学校，逐个拢欢喜，啊，着拢教会就是凊彩啦。有我妈妈若有来美国看我着去一个。啊，若无着无，安尼着我为国中、高中读到大学，其实我伫教会拢无啥物做些代志。啊，但是细汉的信用低咧嘛，所以若是有啥物代志啊，甲厝人讲，厝人就是替我祈祷，吼，教会着替我祈祷。啊，做侪代志安尼，啊，所以我伫美国开始，因为我破病伫美国开始，慢慢啊，才会身体愈来愈歹。啊，我阁一直拢想要读册，一直拢想要甲我家己的事业。我伫美国读册了，我阁伫遐阁做工课。啊，我阁足好强，足惊输人的，因为真细汉就知影讲身体无好。
啊，人就感觉啊，你身体无好，你就活咧就好啊，毋免着爱伤熬啦。啊，所以我就感觉安尼爱较熬一点嘛。所以我就做建筑师啊，啊，搁做一堆着读足侪代志安尼。啊了，拢无去顾着讲家己的身体其实是无好诶。所以我伫咧24岁，我已经摕着2个硕士，2个我是建筑师，搁是都市计划师的执照了，我怎啊破病？啊，一破病是无法度搁徛起来，迄种破病就是我人拢总倒。啊，迄阵我搁遇着我当时的本来要结婚的一个未婚夫，嘛是基督徒，这爱甲人讲一下，咱基督徒毋是拢好人。我遇着基督徒歹人真正袂少，啊，伊搁会家暴，所以做些代志了，我是基本上互拍转来台湾。所以迄阵啊，做些代志了，我转来台湾时，我26岁。我伫24岁的时阵，伫美国的事业做甲足好诶。我已经有厝有车，逐项拢有啊。了，我转来台湾的时阵是无零，逐项拢无啊。我着倒伫床顶，啊，有够疼诶，因为迄种糖尿病有迄种神经病变有无？你规身躯拢疼甲你无法度行路，无法度艰苦安尼。迄阵啊，我嘛是阁无感觉上帝咧。甲我教啥？我想讲奇怪啊！我着做认真诶啊，我也无做啥物歹代志啊。啊，是安那互我遮艰苦？我妈妈甲我讲，伊做感谢上帝，用即个方法甲我拍转来台湾。我嘛是听无。啊了，我着转去教会，因为转来台湾啊嘛，阿公阿嬷拢伫个啊，你若无教会，你着一定互骂死的。所以我着开始乖乖啊转去教会。啊了，听牧师咧讲道理，感觉嘛是做有道理吼，嘛是慢慢啊开始咧，搁开始做一届基督徒。但是身体愈来愈歹，啊了，我来台北工作了。最后我伫30岁的时阵，医生讲无法度洗肾，你已经无法度搁救啊，就是洗，你若都无洗肾，你就是无法度活。啊，上帝的恩典其实真正拢伫的啦。我迄阵洗肾时，我人住伫马街病院的后壁后门，所以我昏去，人甲我救，送你去马街就是2分钟，啊，所以救倒来了。马上就是插管有无？洗肾啊了，一洗6档吧，7档，一个30岁的查某囡仔。啊，你即摆看我安尼水水啊嘛吼，我无做歹啦吼。啊，古早时阵已经是肿甲，已经拢水肿啦，肿甲规身躯拢是足无好势。啊了，慢慢啊洗，我迄阵啊，因台湾咱政府咧推动一种叫做腹膜透析，就是你伫巴肚穿一空，啊，你会当排咧，你会当四界走。但是我糖尿病，啊，伊迄个物件是用糖分做诶，所以我试一冬外就歹去啊。啊，我就搁开始搁用手来洗，就像咧正常人安尼一礼拜。啊，迄阵啊，上帝嘛是足奇妙诶，伊互我诶洗肾诶时间，我搁会当伫学校教册。我阁会当伫教会唱圣歌队，我阁会当指挥，吼，我阁会当做侪代志。啊，遮个时间拢，伊拢甲伊安排甲足好诶。啊，我迄阵敢若想讲，哦，上帝足疼我嘛无想足济。啊，安尼了，我想讲啊，袂歹啊，洗了嘛，感觉足正常。人拢讲洗肾足艰苦啊，啥物人生拢黑白，其实我感觉还好啦。就是你若是好好啊洗，好好啊食，真正是无足糟糕诶。结果我妈妈。因为一寡原因，阮厝诶人知影讲台北荣总严重有移植有换迄个器官有无？换肾换，我是腰子歹去嘛，但是其实我糖尿病就是胰脏腰鞘诶问题。啊，我较知影讲哦，台湾有一个医生是会当换腰鞘，伊不只是换腰子，伊个会当换腰鞘。啊，遮个代志我拢是别人甲我讲诶。迄阵啊，其实我足无爱，我感觉我安尼活了袂歹啊，就 OK 啊。啊，我妈妈会祈求，逐个人会祈求。伫第4届医生甲我讲的时阵，讲你即马有一粒甲你完全，就是阮迄叫做完美配对啦吼，6对拢配。啊，你若是，互恁1分钟决定，你若是敲电话，我1分钟敲互你，若是要爱，你着爱做。阮迄阵咧排队的时阵做有趣的，因为你排2个器官嘛，就是先来的先用啦。你若先有腰鞘，你就先换腰鞘；先有腰子，就先换腰子。啊，若会上界耶稣上帝上界祝福的，就是恁2粒做伙，拢互你啊做伙换。啊，我着足贪心的，甲阮妈妈讲，
我感觉上帝若是要互我吼，伊就互我2粒。啊，医生讲无可能啦，这几率有够细，无可能。所以第一个打电话互我，讲干那要笑，啊，我就去。结果医生了讲莫换，即个器官无够好，阮就搁转来。第二届敲互我，迄阵迄个经验足歹，所以我第二届、第三届我拢拒绝，我拢讲无啊，因为阮妈妈甲我对上帝的祈求，真正是你若要互我，你就会互我好诶。若无，就毋是上帝的意思。阮家己安尼想啦，但是上帝真正的应允，伫个我无甲等到无甲2当时，迄个电话来，讲2粒拢有，2粒拢是你的，啊，甲你拢是完美配对。我去台北了，经过足侪个代志啦，反正迄阵啊，足侪个奇妙，拢伫迄个病院遐咧发生。这慢慢讲，因为这时间真正讲你会足恐怖的，但是达关其实拢是足无可能的代志。上帝拢予伊拢总无代志。我2礼拜就出院，人是爱2礼拜搁伫加护病房，我2礼拜我就行出来，啊，好人行出来，甲古早咧洗腎是真正完全无共啦吼。啊了，我感觉其实甲洗腎嘛毋是我祈求的，嘛是啊，迄阵啊，我会记我咧伫教会伫阮的祈祷会是真正足勇的。高山教会有一个足勇的祈祷会吼，古牧师应该阁会记的。因是煞个人做热心咧替我祈祷，所以真正我今仔日好好活伫遮是别人的祈祷，毋是我家己的祈祷。我到迄阵啊，我阁毋知影安那叫做祈祷。啊，我就行了，结果换了，人想讲你足好呀嘛，对毋对？你已经拢我伫34岁的时阵摕着药剂，摕着药册，换了成功。我今年等于9岁啦，我拢讲我今年是9岁尔，因为我重新嘛，我定生安尼。了，我怎啊开始忧郁症，开始恐慌，因为我真正毋知影上帝要互我要创啥。上帝，你甲我留落来，你互我遮济稳定。啊，我会当创啥？所以头拄仔牧师咧讲，毋通问上帝会当替你做啥，你爱问你替教会会当做啥。其实迄阵啊，我的心内底是，啊，你互我遮济，我还要创啥？你老保罗先生是要创啥？你留遮，啊，我要创啥？我会当创啥？我逐项拢袂晓。啊，我就开始为我古早做的代志，台湾拢袂当做，所以我就开始教册啦吼。我开始做一寡我爱做的代志，我开始。对台湾的医疗设施吼，医疗的代志，我开始有一寡了解，我就慢慢开始做这代志。但是我的心内底拢无平安，我想讲我不值得啦，我无即个资格摕遮尔好的礼物，上帝互我这是要创啥？我真正毋知。啊，慢慢但是顺服吧，顺服吼，这是上帝。我感觉，因为我足搞怪，所以上帝一直用足。严格，我感觉做残忍的方法，甲我叠甲乖。你讲哦，你无爱好好顾身体，好，我就互你病甲拢袂爬起来。啊，你较知影慢慢顾身体。哦，啊你无爱来教会，我就甲你拍到，互你转来台湾，啊乖乖，啊转来教会。所以我拢是用，我妈讲你着足搞怪嘛，所以上帝来用迄种上界极端的方法咧教你安尼。啊，伫遮个中间，其实。我嘛是爱去讲一解，就是其实是教会所有的人，我的家庭、我的朋友，逐个会祈祷，真正毋是我的祈祷，我足少替我家己祈祷。但是我伫教会的时阵，我伫高山教会发生一项足大项的代志，足好笑的。我互背叛，我的感情互一个基督徒彻底背叛。迄件代志既然比我身体无好，佫较艰苦。所以我是真，你知查某囡仔就是安尼嘛，你谈恋爱了，就是世界拢是恋爱，倒落去了。伫我上界痛苦时，我看到一本册，是一个美国的军牧写的。伊讲伊是我袂记，伊是囝，伊的囝迄个无性命无起，伊开始替别人祈祷，伊用替别人祈祷，甲家己带出来。我看了，我讲对啊！我一直在求上帝讲，莫互我去疼，莫互我去哭啊，莫互我遮艰苦。啊，无我来替我妈妈祈祷。我开始一直替我身躯边的人一直祈祷。目的毋是因为我要祈祷，是因为我想讲啊，我来分散注意好啊。
我就是替别人祈祷。结果真正足有趣的是，我替别人祈祷的时阵，我家己的痛苦慢慢怎啊无去。所以我后来知影讲，其实你一直咧想家己的艰苦，你去替别人祈祷，你替别人祈祷的时阵，上帝会甲你的痛苦真正甲伊刷无去。但是咱拢毋知影，这是我伫破病中去学到的代志。所以到最后来，我就是不管上帝佮互我啥物种的艰苦的所有的遮个试验，我即马是一个老师，我最主要的工作是一个老师，我教做者囡仔，做者大人，做者代志。啊，我定定甲因讲，其实保守你的心啦，你的心是足重要的。你的功课偌好，你的迄拢其次，因为人要成功要失败，拢毋是咱会当真正决定的。但是上帝若互你的心是安稳的，你不管偌欢喜偌艰苦，你拢有一个倚靠。即项代志真正，我今仔日来遮有真歹势，想讲，因为上帝也无讲互我安尼足大安尼拍一个，你就怎啊醒？其实无，是慢慢安尼。但是我有一个代志要甲恁分享，就是其实我即世人干那一个时阵是做有信用，一直咧读册，一直咧读圣经，要求上帝。互我莫洗心。迄阵我伫台北，我一直甲上帝讲，拜托诶，我才30岁尔，你毋通互我洗心，洗心人生就是乌白啊，逐项安怎。我看到一个异象啦，真正是看到异象。啊，你人古早甲我讲啊，啥物祈祷会看到异象，我想讲乌白讲诶，你家己想诶。我真正读圣经读甲看到。啊，迄阵啊，我拢穿乌白诶，我是一个，我读建筑嘛，拢。建筑师拢爱种乌白，拢做迄个做安尼做为型诶安尼。我穿一领小粉红的洋装，啊，伫高山教会教堂咧分享。啊，我的见证就是讲，上帝互我洗心啊，但是我足感恩诶。我看到迄个异象了，我敲着我妈妈放声吼，我讲无救啊，上帝无爱救我，无救啊，我一定爱洗心，无救啊。迄阵啊，感觉完全无法度接受，连上帝我看到，我拢无爱相信。我感觉你放弃我，你无听我的求，你无照我要爱求的代志。啊，当然我后来我真正洗心啊，我嘛真正感觉洗心了，我搁较感谢我家己有的信用。所以我咧分享时阵，我迄讲了后来有看到古早翕起来，我带一个，因为我真正穿一领粉红色的衫。甲我今仔日故意穿一领粉红色是相共的，我其实足少穿即个色，但是迄天我就是穿一领小粉红的颜色咧讲话。即个物件我是看过，我毋是真正。这对我来讲，应该是信用足好的人，才会看到异象嘛吼。毋是讲像我即种也无啥咧教会，也无啥咧祈祷，应该是我应该看袂到的，但是我有看到。啊，我即马要讲的是，其实甲今仔日。我后来慢慢经过我对学生的遮个分享，也是讲学生的问题，也是我家长啦、身躯边的朋友遇到问题时，我愿意甲因讲，其实我嘛遇过遮济个问题，我嘛遇过，不管是病痛啦，我古早为成功甲失败，慢慢爬起来，所有遮一路行过来，其实就是感恩。大概若是为着代志，阮会想讲，爱感谢上帝，你阁有足济代志是比别人真正加足济。即个信念一直互我到即马为止，有足侪人愈来愈侪，尤其是即2冬，足侪人来找我讲，其实你敢会当出册？因为我的故事真正有够侪，这讲袂了。但是伊有足侪我的囝安怎了讲哦，因为我嘛有遮个叫，所以我甲足侪人分享我的经验的时阵，我讲应该爱甲即种奇迹讲出来，因为伫我身躯顶上上帝做有够侪代志。了后我甲发觉讲，其实我知影上帝是要留我是互当掉佮重修嘛，恁知吼？我已经人生应该就是爱无去啊嘛，我就是爱我3届你去家互病房，拢是无呼吸的，拢爱互人用电佮救回来安尼，我较会当佮活回来。啊，我今仔日一个人好好伫遮。其实上帝留我一定有意思啦，啊，我嘛无感觉家己做伟大，会当做足大的代志，但是可能留我甲遮个上帝互我的恩典讲出来，然后做这代志，毋是咱想要安尼就当安尼，
所以我即马的感觉是，其实我会问家己讲，我会当替上帝做啥，毋是上帝会当替我做啥。啊，我甲朋友问的话嘛是，啊，你即马讲我会当替你做啥，毋是你会当替我做啥。这朋友无一定是基督徒，因为其实伫我人生中上界困苦的时阵，毋是拢是基督徒咧帮助我，足侪拢毋是基督徒，因互我足侪的帮助。所以咱咧讲着要安怎为着别人来奉献，我对我的学生、我的囡仔、我的朋友，其实不管你是啥物人，我拢愿意甲我上界真的物件奉献出去，因为我感觉我足济，我无上帝就要保我，所以我搁安怎互你，我拢袂要紧，因为上帝会一直保我，包括我伫感情中安怎为着啥物问题，有诶无，阮爸拢讲袂要紧啦，阮兜人袂要紧啦，上帝才听你，你分一寡互人袂要紧。所以阮兜的教育足奇怪啦，吼，台人，你若讲女朋友啦、男朋友互欺负，爸爸妈妈拢会足生气的，嘛要甲把迄人拍死。阮爸妈拢讲袂要紧啦，你身躯顶话拢是疼，本人你疼伊较济袂要紧。所以即个观念一直互我感觉，其实互人较济，其实我是快乐的。我的快乐是来自我上帝互我遮济，我会当搁分互人。这是我今仔日短短的一个分享啦吼，因为我其实真正若要讲爱开一个系列演讲，慢慢仔讲，我是逐项破病安那做侪足奇怪，但是上帝真正拢一手就甲我救倒来啊！咱人一直救、一直救、一直救的，甲上帝要互你的，真正我感觉无啥相共。但是你若是莫去做上帝，你就是顺服啊，听伊互你的代志。你做了，你搁看，你发觉其实上帝足奇妙的，伊逐项代志拢有伊的意思，但是咱拢毋捌。我啦，起码我拢毋知伊要创啥，我干那伫后壁，我较知影讲哦，原来你做的遮代志拢是咧教我。你为包括你互我破病，你互我艰苦，你互我疼，你互我创啥，其实你拢是要互我后来遇到的代志是有备办的。吼，甲大家分享，多谢大家。我希望可以当搁较有成长的时阵，咱搁转来讲一解。谢谢谢谢。多谢玉莹姐妹的分享哦，嘛期待看会当看到你的册吧。可能足侪时间来准备啦。咱过来。咱来读今日的经句。咱台语读2遍，华语读1遍。请。不过上帝对咱证明伊会听咱，咱又是做人的时，基督有替咱死。罗马书5章8节。不过上帝对咱证明伊会听，咱要是做人的时，基督有替咱死。罗马书5章8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章8节。咱过来看今日的周报关注家训。感谢高山教会黄玉莹姐妹伫礼拜中的见证分享，愿上帝纪念。嘛，阁继续使用伊来服侍众人，多谢。第3项，今日主日是教会甲社会奉献的主日，请兄弟继续用基督的疼来关怀咱的社会，代祷甲奉献。第4项，郭牧师夫妇要伫明仔载到拜3去南投参加牧家退休会，也请兄弟来为着因行程来代祷。第5点是，即礼拜3的查经基督会是师奉长老主理，欢迎兄弟咱踊跃出席参加，咱三角用基督来建造咱的教会。第6项，即礼拜6，早起9点，台北中会传道部有伫大稻埕教会来举行中职的训练会，请咱中职家己前往参加。第7项后主日是立新基金会要来到咱的教会请安义卖甲募款，也请兄弟
备办心甲奉献。第八项，后主日下晡1点半要召开定时的中职会，请中职出席参加。中职会中间，咱若要进行《给上帝空间》这本册，请咱同工来读第4章。教界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大岛的生活也请咱来看，放伫咱祈祷的中间。后礼拜的侍奉主日祈祷是秀珠执事，书会是周浩执事，书强要请牧师娘。其他咱再请牧师来补充。好，伫遮代表教会，搁再一摆多谢玉云今主日的分享吼。这是我甲伊一个约定啊。伊知影伊的故事确实是亲像伊所讲，伊的故事真长啊。但是迄阵伊要伫美国的时阵，我就已经去高山教会服侍。但是知影伊拢无看过伊吼。尾仔真正是破病了才转来吼。所以尾仔转来的时阵，我就起来干斗吼，但是我拢继续有联络知影讲伊伫即中间确实有真侪苦楚吼，特别是病痛的苦楚吼。但是阮看见上帝真正是怎样，互一个顶头生的人会通搁再互上帝使用吼。这嘛是互咱继续去思考的代志啦吼。上帝留咱的活命到底是为着要创啥物吼？可能毋是简单要享受啦吼。更较要紧是咱会通留即个上帝留咱即个活命会通为着即个社会为着教会，为着咱身躯边的人，搁做啥物吼？这是较要紧吼。咱求上帝继续保守带领玉云吼，因伫迄个伊较侪时间拢伫高雄啦。伊即几工起来台北吼，原本是要甲伊见面吼，但是时间上嘛是拢真歹巧吼。所以求上帝也带领伊头前的路站吼，互伊搁较侪最正人的服侍吼。好，安尼伫遮特别嘛是鼓励兄弟姊妹参加咱的祈祷会啦吼。确实拄则玉云讲吼，高山教会差不多逐礼拜祈祷会拢差不多60-70个伊教会人数300几个，但是因的祈祷会的人数会通到每一礼拜拢60-70个。嘿，表示讲即个祈祷会确实是教会复兴真要紧的一个事工吼。所以牧师伫遮鼓励咱兄弟姊妹，咱若是无倒来到现场，咱有即个线顶的，咱有线顶的即个祈祷会方式吼。咱其实嘛是点一个就通加入吼。咱做伙伫这祈祷会中间，咱同齐用祈祷，咱互相关心代祷，互相来建造教会吼。好，咱接续为着今日要代祷的家庭毋知有迄无？弟兄兄细雄、春代、细伟甲宋恩，咱为着即个家庭特别为着弟兄兄，咱久久无看到伊细雄不止用心咧照顾家己的爸爸即个宋恩前2礼拜7月底已经去到伫美国读册讲第2天就确诊啦求上帝来保守啦应该是少年人恢复较紧互伊伫迄个所在合适，一切拢通顺利生活嘛是真容易，就会通来适应咱为着太阳兄的身躯为着宋恩伫美国学习细伟搁伫澳洲吗？搁伫澳洲咱为着细伟伫澳洲的工作因的家庭来祈祷咱第2项，咱就为着今日咱的见证分享的语言来祈祷求上帝继续互伊的身体会通稳定
因为即两天看伊的脸书，其实伊是拢人艰苦啊，吼，特别是早起的时阵吼，昨早起昨日早起看到伊的脸书拢是身体无爽快吼，我拢讲你礼拜会当来袂吼？伊讲无问题啦，伊会通来吼。求上帝继续医治伊的身躯吼，互伊整个心灵勇壮继续为着主来做见证吼。咱嘛进前有咧为着育亲节祈祷吼，咱感谢上帝育亲节伊拜三伊去复检的时阵，医生有讲伊的指数有降低表示讲进前开的药伊是甲状腺亢奋伊开的药是有效所以过来就是3个月以后才搁做检查原本甲我讲今日要来今日无看到咱继续嘛是为着育亲节祈祷特别咱嘛是替教会祈祷教会伊颔管有迄个结敢若愈来愈大粒可能就是医生看检查了要安怎治疗咱为着教会颔管即个结节若是真正爱手术嘛是求上帝来带领迄个手术了一切拢会通真紧来恢复咱嘛得感谢上帝迄个文祥足久嘛无看到咱特别为这个家庭祈祷这个家庭嘛是近2年来嘛是真侪状况3个囡仔拢出车祸虽然是拢是拢无啥物款的代志但是有愿上帝保守啦特别互慧玲莫遮尔操烦互伊心会通倚靠上帝去互遮个代志拢会通得到安稳咱为着태영兄的家庭为着玉英阁为着育亲节为着文祥咱今日就特别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啦希望上帝通过咱彼此的代祷，互咱会通阁较有真好的即个连结的关系好，咱起立为着遮个代志来祈祷。先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通伫今早起来到伫神在祈祷礼拜，即时阵为着阮教会集体来摆拢祈祷，为着细兄的家庭，为着中兄，恳求上帝你特别来保守，知影伊渐渐年老，这身体上，所以帮助互伊会通伫身体经过照顾的面拢会通稳定为着社会伫澳洲的工作生活家庭为着双恩伊伫美国的读册甲学习，上帝伫来保守看顾，阮也特别为着伊献上我的感谢，互伊今早求一支，伊生命的见证，阮哋继续使阮多了来付出爱心，而且所做人会通一见人跟上帝，为着伊真济这个健康真会通得到治愈，很关系这会分的这会通得到上好治疗方式，所以在因所看顾。感谢至大的上帝，你极大的恩惠，互阮会通过你的听做一家人。阮伫遮共同起造阮信仰的生活，会通互相通过代祷来坚固阮彼此的信心。阮这时阵为着태영兄的家庭来祈祷，阮特别为着伊的身体来祈祷。虽然年岁渐渐有较大，有一寡身体顶面的问题发生，总是阮恳求上帝你医治的灵，踮伫伊的身上来做工，也特别保守细雄甲春代，互伊伫咧陪伴家己的爸爸，照顾家己的爸爸，也有够也精神体力，也有智慧来甲伊照顾。阮特别也为着细伟伫澳洲，
的工作生活，求上帝你来带领。为着宋恩伫美国读册学习，求上帝予伊有智慧，伫遐会通专心来追求毋单是学问，搁较要紧的是来追求信仰。我也为着玉欣姐，伊甲状腺亢进，伊即个指数会通降低，献上我的感谢。求主你继续医治看顾，互伊整个的身体会通搁较稳定。有上帝你坚固伊，愿上帝你保守佳慧伊即个颔管的结节，也通过医生正确的诊断，互伊会通有上好的治疗方式。愿上帝你特别施恩看顾，阮特别感谢你带领玉英来到伫阮的教会今日的分享，互阮不止感动，也会通成做阮的帮助甲激励。求你继续使用伊，互伊通过伊的性命继续来服侍众人，也会通荣光上帝，保守伊互伊伫高雄是台北一切的生活，拢有得到上帝你的保守。阮的献上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来吟齐恳的诗403首，吟诗线请牧师祝祷。主垂听我，主引着我，主求摸我。我被出去，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相通甲感动，甲恁众人常常三甲地地，对这事直到主过来，阿门。哈利路亚。请坐，别倒闭会。